甘一喙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蚵仔仔菜，土地公来创治，开白花结乌子。囡仔满子食脆甜，大人满血插姜丝。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第8集分享的是嘉义顾德商老师所带来蚵仔菜。顺入去，咱来听顾老师为咱所做的讲解。我这本诗集内底上第一集内底，其实拢是写咱台湾伫路边时常看到的一寡野花草。我想讲，有的物仔可能时代咧变，可能就慢慢消失去，所以我就想讲，用一首诗，简单的诗，甲伊写落来，互囡仔会使看到这首诗，嘛有些会配合着咱，有些有迄个户外教学，看到即个野花草的时阵，伊就知影即个野花草的意义。像讲迄个蚵仔菜，因为阮细汉时阵也去学校读册的时阵，拢会一路行，一路看到迄蚵仔，就会甲伊挽起来食。伊若乌的时阵，就甜甜安尼。我妈妈伊嘛是拢会去迄个春天的时阵，就去一寡蚵仔菜转来甲伊杀杀咧先甲伊过水一下，搁用姜丝用麻油炒炒咧，就真好食。所以这首诗嘛是要互囡仔知影讲虽然伊是一个野花草，但是伊嘛有足侪作用。土地公来创治，开白花结乌子，囡仔满子食脆甜，大人满血插姜丝。这首诗所描写的蚵仔菜，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学名，叫做龙葵。细汉的时阵，挽蚵仔来食，也是妈妈炒蚵仔菜来配饭，相信是真侪空中好朋友细汉共同的回忆。所以今日邀请2位食物专家来为大家讲解蚵仔菜的特色。首先，咱邀请涂妙仪小姐来为大家介绍。这个蚵仔菜咱讲龙葵。你讲恁迄个所在讲小蓝莓，其实这较就是讲伊的果实做成个小蓝莓嘛伊若成熟的时阵伊是乌色的嘛，伊还未成熟的时阵是青色的。所以讲咱讲有的迄个新闻报道是讲这个蚵仔菜嘛免食伤多呢，伊嘛小可有毒性呢，但是伊的毒性到底是伫倒位呢？就是伫伊即个绿色的果实伊这果实若总讲佫还未变做小蓝莓，还未变做乌色的时阵，你是免食伤多一个，伊免青食啦。但是咱拢嘛是用迄个穿烫，用水烧水甲伊烫过，较落去炒啦。毋管是你是炒瓜用卵做伙炒，还是讲炒瓜鱼脯啊啦还是做蚵仔糜在南部的人最爱食蚵仔糜。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我哪有工课？我当5、6岁7、8岁阵就派工课去做，因为就爱去迄个园林挽蚵仔菜，我拢会摕一个篮
就对迄个较大汉的姐吼去横岭慢菜。啊，因为野生的迄个足侪菜嘛，有的是迄个乌丁仔菜，但是有的毋是乌丁仔菜啊。啊，囡仔袂晓去辨识啊。我大概若慢一拿回来吼，我妈妈会讲，这毋是啊，会紧起来。啊，乌丁仔菜是即种安尼。这是我细汉吼真印象真深的一种经验，所以伊算等于讲伊是伫较早，比如讲日本时代尾啊战争的时阵，足侪人去食迄个野生的野菜啊，乌丁仔菜是其中一种，吼足受欢迎的。所以咱对乌丁仔菜可能特别有感情。但是咱头先有讲过啦，是讲伊即种根吼，即种植物的根小可有毒性嘛，所以讲。青椒是无适合，可能较无适合，但是你会想要吐。但是你若煮过，就无问题。咱讲伊是救荒食物，就是讲你若咧饥荒的时阵，会当甲你解救，所以叫做救荒食物。土地公来创治，开白花结乌子，囡仔挽子食脆甜，大人挽叶插姜丝。上日起，咱来邀请高雄御书房的负责人简秀仪简姐来分享伊细汉的时阵，伫咧家己的山顶安怎来使用乌里仔菜。龙葵吼，就是咱大家民间可能大家拢知影的一种野菜吼，拢叫乌子啊吼。啊，因为伊籽是乌的嘛，一粒一粒啊嘛真好食，迄细粒细粒的乌子啊。啊，这乌子啊，咱一般来讲，伫民间伊是用伫咧解毒、解寒火、退寒火。像阮阿嬷。细汉的时候，我印象上深，就是伊若热着，伊若去园仔转来热着，伊就会煮一大鼎迄种乌子啊汤咯，一大鼎吼，全安尼挂汤挂粒食咧，啊伊尿液就变清啊。啊，这是细汉这个经验。到我出来了后，我听人讲乌子啊，因大部分拢煮乌子啊糜。啊，阮山里毋捌去煮乌子啊糜，但是我就拢甲乌子啊摕来做。火锅烫啊，或者清烫啊，吼，安尼，也是用卵啊，吼，来做料理。但是我真爱食乌子啊，啊，主要这个乌子啊，吼，因为伊会当食，啊，搁好食顺吼，所以基本上伊毋是一个足强烈、足强的，对身体有真大的。比如讲你食这安怎呢？我看我细汉阿嬷食几鼎嘛，无要紧啊，吼。有一本书叫做寻找药师佛，啊，这是一个美国的医生去印度找自然疗法的一本册，吼。迄内底竟然讲到龙葵，嘛是摕来做肝的药啊，吼，治疗啦，吼，用药草治疗嘛，啊，伊咧嘛是用这，我看者真欢喜呢，我就想讲，原来这种的嘛是国际性的啦，吼，嘛毋是干咱台湾咧用尔。土地公来创治，开白花结乌子，囡仔挽子食脆甜，大人挽菜插姜丝。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顾德莎老师写诗。涂妙仪、简秀仪讲解自然文史，洪昭文以及虎城小花蕊吟诗，专门客电台制作，教师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次再去继续空中再会。